保健我，想睇偏袒防面，叫保 A 啱手，諗住幾秒搞掂。點知出你個總結，越睇越有怨念，地點亂咁轉，仲接咗魔，個個一睇到即刻話佢炒車，太明贏，一觸局打死鬧句，唉，真係無用兼討厭。今日我發仔決定企出嚟大平反。你話佢有幻覺，其實係你被錯知若佢行，要接檔字面乜，一輪嘴講到尾，一立標叫人讓去隨你，無前因無後果，斷錯句就搞出大頭火，佢盡責去腦補，估錯咗你就話佢唔得，人類要寫得清，愛先至睇得明，佢咪神仙，咪當佢乜都法力無邊。個鼻 in， 個 bitch out， 係至理名言，加齊標點，有埋想問下你，先至會靈言。佢唔係咩神功，係同你配合嘅公啲，互相去保衛，呢個先至係創新的終點。拍片嘅創作家，聽住唔好咁懶。上載靚 CC 字幕，執好標點先至好出街。日常用加落 prom， 亦要講清前因後果。I gain 避得清，佢自印比你回報得好。明白呢個道理，玩 culture 先至會進步。人類要寫得清，愛先至睇得明。佢咪神仙，咪當佢乜都法力無邊。個鼻 in， 個 bitch out， 係至理名言，係至理名言，加齊標點，有埋想問下你，先至會靈言。佢唔係咩神功，係同你配合嘅公機，互相去保衛，呢個先至係創新的終點。唔好一做唔掂就怪功力唔好 ，AI 負責 code 實切核，把關始終靠你個腦，寫清楚，標係發仔帶你一齊做個 AI 駕馭高數，下次落真因記住，想問下你清清楚 ，peace， 暗愛漸淡 ，peace。